進念文理地圖香港式體驗。大家好，我係阿拼。今年進念20年體做咗一個文旅地圖，大家除咗可以入劇場睇演出，仲可以跟住我哋四周圍捐窿捐罅，發掘香港好玩好食嘅地方，體驗一下香港式實驗、飲食、藝術、建築文化等等。唔好講咁多啦，跟我入嚟啦！今日帶大家嚟到位於油麻地嘅大安茶冰廳，同我哋嘅演出1367 2.0嘅故事一樣，見證住香港半世紀嘅變遷。呢度嘅蛋撻除咗保存傳統風味，仲結合創新嘅口味，發揮香港實驗精神。哇！奶茶蛋撻、芋頭西米露蛋撻，嚟睇1367 2.0嘅觀眾，仲有機會唔使錢換一份添啊！食完蛋撻，不如去下一站香港文化中心睇演出啦！嚟緊5月有胡恩威推理劇場1367 2.0，今次我喺戲入面將會飾演樂小明同關震鐸。想睇下我點樣鬥智鬥力解開謎團，就一定要買飛啦！唔講咁多住啦，我入去後台補妝先，劇場見，拜拜。